3000幾蚊嘅唔單止帶你暢遊重慶各大景點，仲要登上三峽之巔，深入長江水下40米，咁樣嘅玩法，市面上真係好難揾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呢條線路，我哋市區嘅景點一個都唔會走漏，解放碑啦、李子壩啦、紅崖洞全部安排到位，隨片影啊都係大片啊！除此之外，行程上我哋仲安排咗市面少有嘅景點，有啲乜嘢？落到水深14層嘅白鶴梁博物館啦，如同喺水晶宮一樣，睇1000年嘅歷史遺跡。跟住我哋仲去白帝城，親身感受李白嘅輕舟已過萬重山嘅意境。最震撼嘅絕對係乘坐纜車直上三峽之巔啊！360度冇死角，飽覽瞿塘峽全景，秋天漫山楓葉，壯闊嘅光景盡收眼底啊！住宿當然梗係有好嘅安排啦。嗱，我哋特登安排咗26年全新開業5星標準嘅網紅地標，係乜嘢酒店？長壽湖天鵝堡酒店，成座歐式嘅城堡臨湖而建啦，巨型水晶大堂超有儀式感，一推開個客房窗就係無敵嘅湖景啊！唔使飛去歐洲都可以影到好似歐洲咁嘅童話大片啊！全程包晒門票，索道纜車通通包晒，仲有粵語導遊隨團出發，唔使雞同鴨講喎，服務細節夠晒貼心啊！西九龍高鐵往返係5日咁嘅行程，你哋覺得點樣呢？想報團嘅朋友呢，可以打我哋嘅電話熱線26501628，更加可以去到我哋嘅國際分行門市查詢同報名啦！多謝晒。